各位，歡迎嚟到被 Skytrax 評為5星級航站樓嘅廣州白雲國際機場 Terminal 2。今日我哋將會乘搭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嘅國產 C919 型飛機，由呢度前往我嘅鄉下鄭州。我就真係唔知點解次次搭南航我嘅登機口都咁遠嘅。今次我係由國際轉機通道過嚟㗎嘛，都係行咗將近9分鐘先到㗎喎。上到飛機之後呢，你就可以見到呢啲透明軟薄嘅超薄座椅㗎啦。如你所見呢，呢啲凳就真係薄過有啲廉航㗎喎，不愧是你啊，馬會計。跟住俾大家睇下呢個位於緊急出口隔離嘅座位，個 legroom 都幾大嘅。前方呢有安全須知同埋雜誌，張台比較大，可以拉前拉後。下方個袋呢一大一細，細個嗰個可以擺你部手機或者護照。緊急出口座位嘅扶手入面呢，仲有張台，你可以打開佢。頭頂上方有出風口同埋閱讀燈，閱讀燈關閉嘅時候，燈光係藍色嘅，打開之後會變成白色。座位下方有一個 USB-A 插口，因為後方都係緊急出口，49排嘅座椅角度係唔可以調整嘅。再次俾大家睇下張凳有幾薄，相比於前排搭嘅長龍航空嘅 A321neo 都有頭枕。咁樣嘅座椅，我真覺得完全係渣嘢嚟㗎。對於南航一間全服務航司嚟講，真係完全唔可以接受。
餐食嘅話，就係一條香蕉、一支水、一包鹹菜、一包餅乾同埋個黑椒炒麵，都算係 OK 嘅。跟住睇下個廁所，個空間係大過波音737 NG 嘅，都幾乾淨。有嬰兒台啦，個景係有燈光嘅，有紙巾同埋出風口，旁邊係有洗手液同埋護手霜。呢次旅程我真係覺得完全係不盡人意，尤其係佢嘅座椅嘅舒適度，真係非常之難受，仲難受過啲廉航嘅喎。但係我都唔會否認 C919係一款優秀嘅飛機嚟嘅。啱啱嘅廁所就係一個幾好嘅例子，個廁所就幾大幾明亮，一定會俾旅客一個好好嘅屙屎嘅體驗嘅。同埋個過道就比較闊，有餐車經過嘅時候呢，你側身就可以好容易行過去。呢啲都係比波音同埋空客更加優秀嘅方面。不過有南航喺 C919上嘅硬件嚟睇嘅話呢，我下次就完全唔會選擇佢哋嘅 C919㗎啦。